来关心一桩交通事故，这是发生伫高雄燕巢。今仔日早起呢，是一台载钢骨的拖帮车咧转弯的时阵，可能就是这物件绑了无好势，所以3栋的钢骨砖规支安尼飞落来，去击到路边的电火条啊，加在是无人着伤。也毋过这件事故呢，嘛互附近513户熄电器。这台电表示讲会甲司机来讨赔偿。 拖班车停伫路里，顶悬载钢骨有骨碌机已经坏伫咧路边。拖班车司机是67岁姓王的查甫人。20早起7点左右，载规车钢骨驶来燕巢的高速路遮，疑似物件无固定好势，一支3栋重的钢骨就安尼飞落来，弄到电火条啊！有住户听到声，赶紧出来看，一看到这副模样，拢感觉真正是好加载。伊若来上班时间的，这大我都爱偌济呢？真正好加载，无对啊，我就幸运啦。 代志拄着无人愿意啊！由王姓男子驾驶的营业一引车，因货物未妥善固定，行驶间掉落撞倒路旁电线杆，所幸无人伤亡。王男经初步检测无饮酒情事，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分析鉴定。因为钢骨弄到电火条啊，嘛甲电线扭断，造成附近513户熄电。 该电紧急处理，7点半先复电439户。不过因为钢骨无调走，台电就无法度抢修。附近汽车修理厂头家讲，人到工厂门拍未开，才知无电。今仔日生理可能无再调做啊。安尼影响到你今仔做生理无？会啊，较会无啊，即马无都开啊。你有啥物物件要调去用互人的无？即马目前还没有啦，都预约的啦，我都有跟人讲说，今天没办法做了。目前剩74户停电中，同仁目前正在全力抢修当中。 对于肇事者造成的损失，本处将依章索赔。用来固定钢骨的链啊，已经断伫咧涂骹。警方讲，在废物乌白落，依法相关会当罚款8块。另外，台电表示，因为抢修爱当钢骨拢刷走，佮加上电线、电筒、电条拢爱换新的，因估算可能爱到尾暗仔才会当复电。记者柯家如柯兆阳高雄采访报道。